白色蜂箱整齐排列树林里，冬天的蜜蜂还辛勤工作着，一如客家族群的勤奋。在园林轮辈，养蜂成为世代相传的家业。人家都问我说：“你养蜂养多久了？”我说：“养40年。”你看起来没有40岁，怎么养40年？我就说，跟我在我妈妈肚子里面就跟她去养蜂了。真是从小摸大的，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在身边围绕。李月龙自在得很，检视着蜂箱里蜜蜂为过冬储存的蜂蜡，骄傲地说着他的蜜蜂王国。这是放在我们这边野生花蜜，然后封起来，这个可以放3000年都不会坏掉。蜂蜜本身就可以杀菌了，采起来就这样子了。站上5000朵花蕊，才能有1粒花粉。蜜蜂每年得绕行大半个南台湾，从高雄林口开始北上南化水库，再到台中车龙埔，蜂农跟着追逐芬芳，终年不得闲。每年都会来这边，然后这边如果花没有了，我们就走了，随着季节而跑，哪边有花就去哪边。头家，按叫我看到，按叫我下白鸡。如特别出发吼，我是天棚特别开眼啦。就跟着蜜蜂，哪里有花哪里去。对对对要采花蜜嘛。对对对。所以有点像游牧民族，对不对？嘿呀嘿呀。以前父母都这样。嘿，硬是台语是拢按啦。珍爱蜜蜂，珍惜蜂蜜，无奈坊间假蜜何其多，如何分辨？试试这个终极绝招。蜂蜜泡起来是浑浊的，然后你来切落去，把它压下去，它泡泡很细绵，不容易消失，因为它是天然的酵素。然后你放着哈，放2、3天，它一定会变发酵，它变成酒，你整个保特瓶都被膨胀，那是真的蜜。100%的龙眼纯蜜，没有抗生素，没有农药，通过检验也已经进口日本，拿来做成蛋糕，更尝得到浓郁果香，满口甜蜜蜜。俺叫莫看到，俺叫莫蛤蟆鸡，俺叫莫看到，俺叫莫蛤蟆鸡。